由華懋集團及港鐵合作發展，位於何文田站上蓋忠孝街1號嘅如一項目，一共有3期8座物業，合共提供844伙。先前已經售出單位接近60%，近日如一已屆現樓，並且減價促銷餘貨。發展商都開放咗現樓俾我哋參觀，唔知現樓嘅質素如何呢？單位實際嘅景觀又係睇啲咩嘅呢？不如一齊睇下。我哋首先參觀嘅係1A 座18樓 D 室，實用面積996尺，屬於3房1套2廳連工作間間隔。入門設有一個大玄關，可以放到一個鞋櫃及儲物櫃，提供足夠嘅收納空間。接住落嚟係客飯廳嘅位置，呈長方形，可以做到客飯廳分明，擺放到多組4至5人用嘅家具。外連大露台，望開揚市景同埋遠望維港煙花海景。客飯廳嘅一角設有一個工作平台，有助廳區空氣流通。旁邊就係廚房，正方形開側 L 型嘅工作台面，備餐空間充足，設有多組櫥櫃及配備各種嘅名牌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爐、焗爐、酒櫃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廚房入面設有儲物室連廁所，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。2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廳同房間同向，可以望到維港煙花海景。浴室有窗，屬於明廁設計，以企缸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走廊嘅盡頭係主人房，以長方形開側，空間寬敞，擺放雙人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落地大玻璃窗，與房同闊，提升採光之餘，都可以望到窗外嘅景色。主人房套廁同樣明廁有窗，設有浴缸同企缸，一樣附有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另外一款3房間隔嘅單位1B 座18樓 A 室，實用面積960尺，屬於3房1套2廳連工作間間隔。一入門口設有玄關嘅位置，可以放到一個長身嘅置頂 C 字型收納櫃。客飯廳以長方形開側，左右兩邊廳，做到客飯廳分明，放到4至5人用嘅家具。外連大露台，望開揚景觀，亦都可以望到九龍灣海景。廚房以長方形開側 U 型嘅工作台面，備餐空間充足，而且設有多組嘅櫥櫃及各種家電，包括蒸爐、焗爐、酒櫃、洗衣乾衣機、煮食爐等等。廚房內設有工作間，可以用作工人房。2間睡房間隔方正，而且房同廳區同向，一樣可以望到開揚市景同遠眺海景。浴室以企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，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房，開側方方正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L 型落地大玻璃窗，提升房內採光度，而且連工作平台。主人房套廁有窗有利排走濕氣，設有浴缸同企缸。除咗3房間隔，如一主打2房戶型，一齊嚟睇下2房間隔嘅單位啦。1A 座18樓 B 室，實用面積591尺，屬於2房緊廚連工作間。一入到屋就係客飯廳，不設玄關位置，令到整體空間感更加實用，並以長方形開側，左右兩邊廳，容易擺放家具。客飯廳外連露台，望維港海景。廳區嘅一邊係廚房 ，L 型工作台面，配備櫥櫃及各種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、雪櫃等等。工作間位於廚房入邊，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。浴室以浴缸設計，有窗有利排走濕氣，交樓標準配備嘅洗手盆櫃同鏡櫃。廳與房同向都可以望到維港海景，房間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，亦都可以用作書房使用。主人房以長方形開側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大衣櫃。
主人房設有工作平台，一樣都可以望到維港海景。另一個兩房單位1B 座18樓 D 室，實用面積541尺，屬於兩房警署間隔。入門設有玄關位，右手邊係浴室，右窗屬於明廁，以浴缸設計，有鏡櫃同洗手盆櫃。通過玄關就係客飯廳，以長方形規則，做到左右兩邊廳，客飯廳分明。外連露台，反市景及園景。廚房以長方形規則 L 型嘅工作台面，配備櫥櫃及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、雪櫃等等。房間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主人房位於走廊嘅盡頭，方方正正可以放到雙人床同大衣櫃。除咗落地大玻璃窗，連工作平台之外，房嘅側面都有一扇窗，提升房內採光之餘，亦都加強通風。1B 座18樓 C 室，實用面積338尺，屬於一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門嘅左邊有一個鞋櫃，設有2個無線插電位，方便住戶使用，連接開放式廚房，曲尺形規則。上下櫥櫃以及配備各種家電，包括雪櫃、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客飯廳開側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，可以放到雙人梳化同電視櫃。外連露台，望園景。浴室位於大門嘅旁邊，以浴缸設計，設有交樓標準嘅洗手盆櫃同鏡櫃。房間方方正正，雙人床可以靠窗擺放，都有空間可以放到衣櫃同埋梳妝台。房內有趟門可以通往浴室，打造套廁設計。如1位於何文田站嘅旁邊，2分鐘直達屋苑。何文田站享雙線優勢，連接觀塘線同屯馬線，附近亦都有多條巴士路線，鄰近紅磡海底隧道，貫通港九新界，交通便利。購物方面，住戶可以到附近嘅黃埔或者何文田廣場一帶，有各種嘅民生商店、超市、街市同埋食肆等等，滿足基本嘅日常所需。如1另外一個賣點就係坐擁34校網，傳統名校林立，又有國際學校，唔少嘅家長都會為咗子女升學而進駐呢一區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